各位朋友早晨。啊，首先我好多謝陳啟川律師今日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同我哋做呢個講座。今日嚟嘅朋友都唔少，我相信大家對呢個題目咧都其實好感興趣。我係曾建平，係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嘅會長。Iris 話俾我聽咧，就可能呢度咧有一部分咧係基建協會嘅朋友未必好了解罕文係做啲咩嘢嘅。咁我簡單用少少時間同大家介紹下。嗱，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咧就係我哋成立喺2014年嘅12月，咁到而家係10年多少少啦。就我哋咧係一個跨罕病類別嘅一個病人組織啊。咁咧就我哋點解當初成立呢一個機構咧？就係因為我哋見到咧每一種罕見病咧嗰個病友人數可能都唔多啊，佢哋嘅聲音咧係好微弱。咁咧就如果係要罕見病病人嘅聲音俾社會聽到，俾政府聽到咧，我哋係應該咧係要將佢哋嘅聲音咧係即係擴大啲，就將個力量咧係集結起嚟。咁所以我哋當初就成立咗罕盟。咁而家罕盟咧，我哋有900幾位嘅會員，咁咧就涵蓋咗240幾種不同嘅罕見病，就包括咗基建協會會員裏邊嘅一啲即係患有嘅罕見病啦，譬如講係多發性硬化症啊、脊髓肌肉萎縮症啊、道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啊等等呢啲神經肌肉疾病。咁我哋罕盟裏邊都有呢啲嘅會員。其實我哋有啲會員咧，亦都係基建嘅會員嚟啊。咁就我哋罕盟咧就而家大概係頭先講咗900幾位會員啦。咁我哋嘅管治架構咧，我哋有一個理事會，咁一共而家有11位理事。咁其中9位咧係患者，罕見病嘅患者或者係照顧者。咁仲有2位咧係一啲專業人士。我哋咧就主要係核心業務咧係做3樣嘢。第一樣嘢咧，我哋係做一個叫政策倡導嘅工作嚇。咁呢樣嘢我諗基建協會嘅會員都唔會陌生嘅嚇，因為我哋即係覺得咧如果喺政府係可以聽到罕見病病友嘅一啲呼聲或者佢哋嘅需要。咁而喺政策上邊做一啲調整或者改變咧，就應該嗰個受惠嘅對象咧係會好比較廣泛啲嚇。咁就所以咧，我哋政策倡導係我哋頭等嘅一個工作。咁其次咧，我哋係做一啲叫做提升認知嘅工作，咁即係所謂公眾教育啦。咁所以就我哋咧係都擺好多時間同人力咧。喺譬如講我哋嘅Facebook 啊，我哋有Instagram 啊，有 LinkedIn 啊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咧，我哋經常都有一啲信息或者一啲古仔咧喺嗰度發布。咁網頁當然有啦。咁同埋咧，我哋亦都係時不時都同一啲藥廠啊，同埋一啲公關公司合作咧，係做一啲不同疾病嘅一啲教育活動。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咧。呢幾年咧，香港社會對於罕見病嘅認識咧係會多咗嘅嚇。因為好多嘅唔同嘅媒體咧，時不時都會報導下罕見病嘅嘢。咁第三個工作，我哋重點工作咧就係叫做能力建設。就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培養更多嘅罕見病病友咧。作為一啲領袖啊，病人領袖，咁佢哋可以出嚟咧，係同社會、同政府或者同醫管局咧，係去表達佢哋嘅心聲同埋訴求，咁使到咧罕見病嘅患者咧係可以有更多嘅聲音，更大嘅力量咧係去推動一啲政策上嘅改變。咁就我簡單就講到呢度啦。咁因為今日戲肉係陳律師講，咁我就再次多謝各位今日抽時間出席呢一個講座，多謝。好，唔該，先。咁跟住就到香港基建協會
呂文林會長。好，各位會員，大家好，家屬大家好，KK 大家你好啊，律師你好。咁咧就都簡簡單單，長話短説啦。我哋香港肌健協會咁就介紹香港肌健協會啦。我哋係一個神經肌肉疾病患者及家屬嘅自助組織嚟嘅。咁嚟講喺1998年成立，99年就註冊全體啦。咁有埋免稅慈善團體嘅牌照嘅。咁12年咧就做咗個有限公司嘅。咁嚟講咧，就我哋會員有600人啦，500幾人嘅大病患者，家屬就有100人嘅。咁我哋協會咧就要而家照顧緊6大病類。大家喺熒幕睇到啦，6大病類。咁嚟講咧，呢6大病類嘅共通點都影響到我哋嘅腦部啦、神經系統啦同埋肌肉嘅。咁而家咧就未有藥可以根治呢種病，但係咧就可以舒緩到我哋嘅病情，可以唔會俾佢惡化嘅，係啦。咁嚟講就我哋協會咧嘅主要嘅宗旨咧就有個協會宗旨咧就係自助互助嘅精神，就係揾翻啲我哋啲同路人，係幫翻同路人嘅病患者。咁除咗呢樣咧，就我哋慫恿多啲我啲同路人就參與我哋不同嘅活動、不同嘅義務工作。咁例如公眾教育啦，例如我哋有個到校交流啦、嘉年華嘅活動，咁啊宣傳推廣嘅。咁另外咧，就我哋都有時都會接受啲傳媒訪問啊，引起社會嘅大眾關注啊，同埋倡議工作，向政府表達嘅訴求，爭取我哋啲患者同埋家屬有生活嘅質素，保持生活嘅質素，唔好俾佢走落去，即係下降落去嘅。好啦，咁啊今次呢個活動咧係安心三寶啦，能夠喺自己清晰嘅底下個狀況咧，可以指定選擇自己嘅方向嘅。咁往後咧都可以走得更專業同埋舒服。都好榮幸同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即係罕民啦一齊能夠參與呢個講座，同埋都感謝阿陳律師就嚟我哋做我哋嘅講者嘉賓。咁就都唔想阻大家時間啦。咁啊，都多謝大家身體健康，身體健康。好，唔該，會長。咁我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就戲肉部分啦。咁就係有請陳律師簡介。係係啦，多謝兩位會長。我知道今日係第一次兩會舉辦呢個活動咧，咁我都好慶幸做咗第一個兩個協會舉辦嘅活動嚇。咁係咯，大家食咗早餐啊嘛嚇，希望嗱頭先都問過啦，大家其實唔係咁多人聽過平安三寶啊、安心三寶喎，係咪？平安紙其實個個都聽過啦，係咪？但係做咗嘅舉手，有幾多個人係做咗嘅？都唔係咁多喎，得一兩個人嚇。咁預設醫療指示咧，有冇聽過啊？最近都有人聽過嚇，尤其是咧舊年年尾咧，立法會就啱啱通過咗個法例嚇，咁做呢樣嘢係有法例依據㗎嚇。咁但係做咗咧，做咗得一個係啦。因為你揾醫管局啲醫生做咧嚇，係真係最尾先至幫人做嘅，即係好多都唔肯。即係如果你啱啱開始有事咧，好多醫生都唔肯幫佢做嘅嚇。咁同埋即係有啲醫生嫌麻煩啊，甚至唔係好清楚自己即係要做啲咩啊，咁都未夠做啊。咁持久授權書咧，聽過嘅舉手都多人聽過嚇，做咗咧？做咗都係冇噶，咁陣間都會講噶啦。持久授權書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因為即係冇行為能力嘅嗰啲，其實喐唔到啲錢有麻煩嘅啲屋企人啊。咁但係咧做咗又係零咧，因為首先係貴啦，第二就係政府冇乜宣傳啦。咁我哋陣間都會講噶啦。咁
即係一般人做樂齡規劃咧，就係即係做嘢啊、打工啊，甚至做生意啊，咁儲到啲錢嘅退休啦。咁就可能就計翻為我一個月使幾多錢嚇，咁就我每個月總之有啲收入，可能即係如果你話健康嘅人，可能萬零兩萬蚊都夠啦。咁當然大家可能個醫療個費用會高少少啦。咁但係好多人冇諗到咩咧？好多人冇諗到有精神行為能力嗰陣咧，呢筆錢又 OK，但係其實冇精神行為能力嗰陣咧，個費用係仲高好多嘅。即係可能如果你係一個健康嘅人，可能一月使萬零兩萬蚊。咁但係如果個健康嘅人冇精神行為能力啊，要去啲院舍照顧啊，嗰啲可能有幾萬蚊，可能貴好多啦嚇。咁所以好多人係冇諗過呢樣嘢啦嚇。咁第二樣嘢，好多人冇諗過咧，就係如果冇精神行為能力嗰陣，要人照顧嗰陣咧，就算自己有資產、自己有錢咧，其實屋企人都攞唔到，或者即係政府有啲津貼啊，入咗去邊啊？入咗去自己銀行戶口啊，入咗去自己銀行戶口咧，自己都攞唔到喎嚇。或者有一層樓嚇，租唔租到出去啊？賣又賣唔到，租又租唔到嚇，因為啲屋企人咧，個人仲喺度噶嘛，不過冇咗精神行為能力。其實屋企人咧係唔可以幫佢賣層樓出去或者租層樓出去嘅，咁啊變咗坐咗喺度啦嚇，即係就算有錢都用唔到，咁嗰啲咁最尾係邊個幫自己俾醫藥費啊、生活費啊？如果冇咗精神行為能力，咁啊係啦，就變咗啲照顧者啦，屋企人啦嚇，咁所以啲照顧者同屋企人就變咗好辛苦啦嚇。咁另外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啦，就係啱啱都講過啦嚇，冇精神行為能力嗰陣，即係去到最尾啦，咁可能自己都講唔到嘢啦嚇，咁就即係想要啲咩治療啊，唔想要啲咩治療都講唔到出嚟啦，咁就要做一份叫做預設醫療指示，寫到明啦，一開始寫到明，喂，我其實想要呢個治療，如果去到最尾，就唔要啲無效治療啊、入侵性治療啦。咁其實係嚇，因為其實個個都可以決定自己要啲咩治療嘅，但係可能去到最尾嗰陣就講唔到出嚟嘅。咁呢個所以冇精神行為能力之前咧，就要做好一份叫做持久授權書同預設醫療指示。萬一自己冇咗精神行為能力咧，啲屋企人都可以跟住去做。咁跟住。呢個就兩步啦，跟住第三步咧就係傳承啦嚇，就係即係大家清楚平安紙嚇。咁即係過咗身之後咧，就即係如果而家就百年歸老啦，啲財產點樣分配咧，就係平安紙啦。咁睇下大家有冇聽書嚇？係咪做咗平安紙就唔使做持久授權書啊？唔係嚇，因為係兩個唔同嘅法律文件嚟嘅。一個係過咗身之後就分配財產啦嚇，咁但係如果冇咗行為能力，到過身可能好耐喎嚇。你睇下諾貝爾獎高錕教授，佢認知障礙咗幾多年啊？10幾年啦嚇，咁佢應該好多錢啊，佢有中大校長，有諾貝爾獎嚇。咁但係如果佢冇做持久授權書咧，屋企人就攞唔到佢啲錢去幫佢俾噶啦嚇。咁所以可能好長嘅呢個冇精神行為能力呢個時間，咁所以係3份都要做嘅，因為3份係唔同嘅法律文件，就唔係話做咗一份就唔使做第二份嘅，係唔同時段嘅。咁又講翻啦嚇，即係咩係3寶咧？平安紙咁平安又考大家，平安紙同遺囑有咩分別啊？係冇分別嘅嚇。平安紙好聽啲嘅，因為尤其是啱啱過年咧，個個一聽到遺囑猜嚇。不過而家好咗好多㗎啦，即係你見到破地獄都成億票房咧，應該少啲人有啲咁嘅忌諱嚇。咁係過咗身之後嘅財產分配啦嚇。咁持久授權書咧就係冇咗行為能力，去到過身嗰刻，邊個幫自己用嗰啲資產咧去幫自己俾生活費、醫藥費，或者照顧屋企人都得嘅嚇，咁所以係兩個唔同時段嚟嘅。咁第3寶咧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啦。
預設醫療指示係當自己唔能夠作出決定嗰陣咧，可以拒絕某啲維生治療啊，例如有啲其實有啲治療都係無效，令到自己仲辛苦啊，不如就唔好做啦。啊，咁點解要做三寶咧？咁首先就尊重自己嘅抉擇啦，即係例如自己個財產想點分配啊，或者即係俾邊個去管就俾邊個去管啦。咁第二咧就保障自己同屋企人喎嚇，例如冇做持久授權書，咁屋企人點搞啊？即係自己真係冇咗行為能力，又攞唔到自己啲錢，咁變咗屋企人要一路幫自己俾錢。咁就變咗好辛苦啦嚇，一路又要照顧自己，咁所以即係做咗三寶咧，可以保障到自己同屋企人啦。咁第三就係避免親友嘅紛爭啊，呢個其實最重要嘅嚇。咁冇做平安紙固然即係爭產嗰啲會有紛爭啦，冇做持久授權書有冇紛爭？都會有㗎嚇，即係一講到要幫佢俾錢，一講到要俾醫藥費啊、生活費，咁就算例如自己有幾個仔女，邊個俾多啲，邊個俾少啲，又會有紛爭啦。咁或者冇做預設醫療指示會有紛爭啊？問翻啲屋企人，喂夠唔夠啊？插唔插頭啊？咁肯定阿 A 阿仔話插，阿女話唔插，咁又會有好多紛爭嚇。咁所以做咗三寶咧，都可以避免屋企人嘅紛爭。咁都好多人咧冇做咧，就覺得自己冇咁唔好彩嚇。咁在座啲人都應該唔會咁諗噶啦嚇。咁首先平安紙咧，如果有資產嘅人都應該做嘅，因為除非真係冇資產嚇，因為我哋100%嘅人都會返天家噶嘛。咁所以平安紙其實個個都應該做，但係即係都好少人做啦，10%到啲人就做咗啦嚇。咁至於持久授權書同預設醫療指示咧，其實都應該做㗎。尤其是香港而家人口老化咧，即係啲人越嚟越長命嚇，即係啲婆婆啊，而家平均年齡90歲啦。咁其實越嚟越長命咧，就代表冇行為能力嘅機會率越嚟越高啦。咁所以去到咁上下年紀咧，腦退化咧都會有20%嚇，中風嘅機會率25%啦嚇。患上癌症嘅機會率係30%啦，咁所以冇行為能力嘅機會率其實係唔低嘅。咁所以一冇咗行為能力咧，就比較麻煩啲啦。咁你都大家都知啦，而家香港人口老化啦，過多10年有200幾萬長者，其實而家都有200幾萬長者嚇，過多10年仲多添嚇。咁200幾萬長者做咗平安紙嘅有幾多個咧？即係就冇真正嘅統計，但係即係我成日去講 talk 咧，跟住問人有冇做平安紙啦嚇，咁都係10%嘅人係做咗嘅啫，即係都好少，個個都聽過嘅文件，個個都知道要做嘅文件都咁少人做。咁但係持久授權書啲人根本唔知要做或者冇聽過嚇，咁更加少啦。就總共咧做咗幾多份咧？200幾萬長者，總共做咗8000幾份截至舊年啦嚇。持久授權書唔係啲咩新嘢嚟㗎，即係大家唔好以為係新嘢嚇，回歸到依家都已經有㗎嚇，所以係20幾年係做得8000幾份嘅啫，咁即係每年係做得幾百份嘅啫。咁我哋安心三寶，即係我哋呢個團體創辦之前咧，其實係得個3000幾份嘅。我哋創辦咗之後咧，喺度推局呢3樣嘢咧，持久授權書係多咗人做。咁但係都係好少啦。你諗下係200幾萬人得8000幾份，咁即係0.1% 都冇。預設醫療指示都係嘅，都係得萬零個人做咗嚇。尤其是舊年年尾先有法例，都仲未實行嘅個法例。咁所以就係變咗係好少人做。咁好少人做會有咩問題咧？咁第時咧，如果真係冇咗行為能力，屋企人要攞佢啲資產嗰陣咧，就好麻煩啦。要揾精神科醫生，又要揾啲普通科醫生，又去法庭搞一大輪嘢。咁所以你見到10幾年後，因為而家人口老化開始嚴重啦，但係啲
啲人都仲有行為能力，但係你過咗10年咧，如果個平均年齡去到80幾90歲咧，其實就好多人會冇咗行為能力啦。咁冇咗行為能力咧，咁啊個屋企人如果想攞佢啲錢去照顧佢嘅，就要去法庭排隊啦。唔知排到幾耐啦嚇。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精神科醫生咧，香港得300幾個，咁啊個個都要揾精神科醫生出報告喎。咁就變咗好即係啲精神科醫生就水漲船高啦。即係而家可能收1萬零2萬蚊出個報告，第時可能收5、6、7萬因為大班人排隊去揾佢哋。咁所以呢個會係10年後咧，你會見到個嗰啲屋企人，因為9成9嘅屋企人冇做嘛。咁啊9成9嘅屋企人，如果屋企人冇咗行為能力咧，就會去精神科醫生診所門口排隊，同埋會去咗法庭門口排隊啦。咁啊，我哋預計咧10年後咧會有幾多資產，因為冇做平安紙，冇做持久授權書俾人凍結咧，就6000億左右啦。即係因為喐唔到啊啲資產嚇。如果冇做平安紙，可能遺產承辦搞好耐，搞好多年都嫁唔到出嚟啊！甚至如果一有爭產，好似咁就可能搞10幾年啦嚇。大家都見到其實油麻地咪有間好巨型嘅，以前係電器行嘅鋪頭，一爭產咁10幾年吉咗喺度咁個租金收入就少咗成幾億㗎啦嚇。咁其實即係唔好講咁大，即係咁有錢嗰啲人咧，即係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如果可能有個單位係收租嘅，或者有個鋪頭係收租嘅，都係即係如果租客走咗又租唔到出去甚至個租客唔交租做租霸咧，其實都冇人踢到佢走嘅因為如果個業主就算聯名嘅物業咧。其中一個業主冇行為能力咧，其實都係賣又賣唔到，租又租唔到。咁所以你就見到十年後咧，如果大家可能而家經過旺角尖沙咀都見到好多吉鋪啦，但係10年後會仲多就即係除咗經濟關係咧，就係好多人冇做持久授權書，好多人冇做平安紙，因為有百幾萬嘅業主。咁呢百幾萬嘅業主，大部分係後生定老人家？大部分都係老人家啦因為你問啲後生啲嘅有冇錢買樓？我諗大部分都冇嘅咁所以10幾年後咧，就好多鋪頭即係你見到周街啲鋪頭吉咗喺度，未必係租唔到出去，係可能係想租都租唔到，因為個業主冇咗行為能力，或者個業主過咗身喺度爭產。係啦，咁6000億，我哋覺得大概有20萬個單位會受影響啦6000億20萬嘅單位係好似個數係咪好大啊？係等於咩咧？等於一個明日大嶼咁所以如果即係政府推廣多啲，鼓勵啲人做咧，可以慳翻個明日大嶼翻嚟嘅咁我哋逐個寶去講啦講咗平安紙先啦，第一寶平安紙即係遺囑啦，頭先都講過咁最重要係咩咧？係表達自己話事權啦，即係自己中意點樣分配財產又點樣分配啦。如果唔係跟法例咁即係大家都可能最近都睇到即係例如有啲空難事件發生點樣分配咧？跟法例咧就好複雜嘅即係如果冇做平安紙，做咗平安紙咪跟平安紙啦冇做平安紙跟法例咧就比較複雜啲即係又要睇下邊個過身先如果一齊過身睇下邊個過身先或者如果一齊過身嘅普通法咧有一個條例咧係話係話後生啲嗰個就會當佢係遲啲過身嘅。咁變咗後生啲嗰個就可能會分配咗，如果兩公婆冇仔女嘅話後生啲嗰個可能會分配咗啲財產啦，即係老啲嗰個俾咗後生啲嗰個，後生啲嗰個就俾咗自己嘅屋企人。咁即係例如如果個兩公婆冇仔女一齊過身，
咁可能個後生啲嗰個就分咗俾自己屋企人，個老啲個冇得分。有啲咁嘅情況會發生嘅嚇，即係尤其是聯名物業嚇。咁另外一種情況就係可能交通意外，兩公婆一齊過身。咁啊，其中一個係早咗幾分，即係雖然一齊過身，可能其中一個係早咗幾分鐘過身，另外一個遲咗幾分鐘過身。咁遲咗幾分鐘過身嗰個咧，嗰一半咧就會分到啲財產，再分俾自己啲屋企人。咁所以好多人咁早啲過身嗰個，如果例如先生早2分鐘過身，咁變咗佢屋企人冇得分咯喎。咁個太太遲2分鐘過身，咁啊分晒嗰家人嘅財產嚇。咁大家覺得公唔公平啊？咁所以唔做平安紙，往往係有啲大家未必諗到嘅情況，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唔係好公平嘅情況會發生嘅嚇。咁如果做咗平安紙，自己想點樣分配就點樣分配，就會避免呢咁情況發生啦嚇。咁第二就係指定自己信任嘅人做執行人啦嚇，因為大家即係睇啲電視劇又好，或者睇啲東乜西乜嗰啲，咪成日有啲情況係個老人家病咗好耐都冇人去探佢，但係一過咗身咧，突然間有10個親戚跳出嚟，個個話要做遺產承辦，係啦。咁如果做咗張平安紙，咁啊可以寫到明邊個係個執行人嚇，即係做1個至4個啦嚇，即係揾啲自己信得過嘅人做執行人，咁啊可以避免啲10年都唔探自己嘅人，突然間自己一過咗身就跳出嚟，又話要承辦遺產，又要做執行人嗰啲咁嘅情況發生啦。咁第3就係保障自己關心嘅人啦嚇。咁即係因為跟法例咧，淨係分到俾啲直系親屬，就分唔到俾啲即係可能同居關係啊，有啲或者有啲契仔契女啊，或者有啲朋友都想俾啲嘢佢啊，甚至你想捐俾在座呢2個慈善團體，其實都要做張平安紙嘅，因為跟法例咧，淨係俾到啲直系親屬嘅啫。咁第4係減少爭拗啦，咁頭先都講過啦嚇。咁做咗平安紙唔一定冇爭拗嘅，都可能有爭拗，但係希望減少啲啦。咁平安紙有啲咩內容咧？咁最重要就係分配財產啦嚇，即係如果有錢啊、物業啊、保險啊，或者有啲特定遺贈，可能呢幅畫我想俾邊個，咁可以寫出嚟啦嚇。或者自己有啲公司業務啊，想邊個去營運啊，咁都可以寫出嚟嘅。咁另外就係根據自己個人意願分配啦，即係頭先講過啦嚇，可以分到俾啲唔係直系親屬嘅人或者團體啦嚇，未必係分俾啲人嘅嚇。另外就身後安排呢個都幾重要嘅嚇，即係大家有冇睇破地獄啊？如果唔寫到明或者唔講到明自己係咩身後安排咧，好多時咧人哋就會做咗破地獄噶啦。咁但係好多時，如果在座啲人係天主教啊、基督教啊、佛教啊，咁如果想寫到明有咩身後安排咧，就可以喺平安紙度寫啦。咁另外就子女關懷啦，咁就呢個都好重要嘅嚇。未成年子女又好，殘疾子女又好嚇，未必係子女嘅，即係如果冇做平安紙咧，嗰啲人就唔知法定監護人係邊個噶啦嚇。咁最近都有啲新聞啊，即係大 S 佢唔係香港人啦嚇。咁大 S 個例子都係啦，即係個監護人係邊個咧？如果冇做平安紙，個監護人咧就自動去咗佢前夫嗰度啦，因為佢係前夫係父母嘛嚇，就唔會去到佢現任丈夫嗰度嘅。如果佢想現任丈夫做埋監護人咧，就要做張平安紙，寫到明現任丈夫係監護人嚇。咁另外都2年前嗰個有宗案件都好出名嘅，即係好兇殘嘅案件啊！有位女士俾佢個前夫謀財害命咁嗰個，因為佢前夫咧覺得佢冇做平安紙，佢應該會分到佢嘅遺產嚟嘅。咁但係當然
殺咗人咧，唔知點解冇人同佢前夫講咧？法例上咧，佢係分唔到佢嘅財產嚇。呢個第一嚇。咁第二咧就係佢個前夫殺咗人就坐緊監啦，佢自己就過咗身啦。原來佢現任丈夫係冇同佢註冊㗎。咁所以又變咗冇法定監護人啦嚇。咁就會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啦。如果冇法定監護人，佢有4個未成年子女嘅，就去咗邊個度？就會去咗社會福利署嗰啲孤兒院。咁大家都聽過啲虐兒事件嗰啲嚇，即係希望冇發生啦嚇。咁所以就係如果有未成年子女啊或者殘疾子女嘅咧，應該做張平安紙寫到明監護人係即係揾啲信得過嘅人做監護人啦。如果唔係就可能就會去咗社會福利署嗰邊噶啦。係啦，咁平安紙有咩角色咧嚇？咁首先就立遺囑嗰個人啦嚇。呢個最重要啦嚇。咁第二係受益人，即係分配到遺產嗰啲人啦嚇。呢個咁就頭先講過啦，1至4個執行人啦。執行人就最重要。執行人係嗱，呢個大家諗一諗啦。執行人咧就係負責執行遺囑，即係分配財產嗰啲人啦。可唔可以係受益人啊？可以嚇，其實係最好係受益人添嚇。因為如果你係執行人又唔係受益人咧，即係嚇，例如你有啲朋友如果揾你做執行人，你又唔係受益人咧，你都要諗清楚先嚇。因為執行人得個做字就冇好處嘅，做得唔好會俾人告喎。一告可能係遺產幾多就告你幾多㗎，可能講緊幾百萬幾千萬㗎嚇。咁所以如果執行人又唔係受益人咧，好多人係唔肯做嘅嚇，因為或者即係唔願意去執行㗎嚇，因為又唔係分俾我執行嚟做咩？咁所以執行人咧好多時係揾翻受益人，係即係尤其是最大個受益人，咁佢先至有個動力去快啲執行咗佢，分晒啲財產咁，因為自己有一份嘛嚇。咁另外就係2個見證人啦。見證人即係睇住立遺囑嗰人簽名嘅2個人啦嚇。咁呢2個就唔可以受益人啦嚇，即係一定要係獨立嘅第三方。咁但係又唔一定要律師醫生喎，即係大家如果揾2個朋友去見證都得嘅，就唔一定要揾律師醫生去見證嘅。咁梗係揾律師醫生有當然有好處啦，即係俾少少錢揾律師醫生嚇。咁揾律師嘅好處咧，就係如果遺產承辦處見到喺律師樓做咧，佢就唔會好多問題啊！即係佢會覺得份平安紙係啱噶啦嚇，係真噶啦嚇。咁如果佢係見到係自己做，係揾2個朋友見證咧，佢又會請翻嗰2個朋友出嚟啊，叫佢宣誓話佢真係見證過呢張遺囑，呢張遺囑係真嘅，即係佢嘅意願嘅。啊，咁就會麻煩到2個朋友啦嚇。咁所以我哋都其實都係建議揾翻律師啦嚇。如果嚇而家講緊可能3000蚊到啦嚇。咁另外就係醫生嘅方面咧，就如果係已經好即係年紀比較大啊，即係80歲啊，或者開始冇行為能力，或者開始腦退化啦，咁就應該揾醫生啦嚇。咁但係一般人如果在座即係仲係神志好清醒嗰啲人咧，就未必需要揾醫生啦。咁但係我哋都建議，如果大家唔揾律師醫生咧，就最好揾2個朋友係後生過自己、健康過自己，又唔會移民嘅人嚇。因為如果唔係等間遺產承辦處揾唔到人咧，就好麻煩啦嚇。咁份平安紙係真定假咧，就好難證明啦。咁另外就監護人啦，頭先都講過啦。如果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需要照顧嘅殘疾子女咧，就應該揾監護人啦。咁另外就係講話，其實冇遺囑咧，除咗唔係按自己意願分配之外咧，即係都會令到屋企人承辦遺產嗰陣咧係多咗啲麻煩嘅嚇，即係會搞耐咗嘅嚇。咁首先就係有冇遺囑都要領取死亡證啦，呢個就有冇遺囑都需要做嘅，冇乜分別嚇。咁我哋跟住就要揾下有冇遺囑喎。如果有遺囑，又同執行人講咗喺邊度，咁個執行人咪攞出嚟，咁啊即係揾到啦
咁但係如果揾唔到嗰份遺囑，係咪代表冇遺囑啊？又唔代表冇遺囑㗎。咁一般係會點咧？可能揾間律師樓寫信去律師公會，叫律師公會問翻晒全香港咁多間律師樓有冇呢個人嘅遺囑。嗰度又可能搞幾個月啦。咁另外就係可能，如果大家有銀行嗰啲保險箱嘅，就要開嚟睇下裏邊有冇份遺囑喎。如果有鎖匙，係咪就咁去開啊？唔得㗎嚇，千祈唔好添。如果你就咁去開咧，隨時俾人拉嘅嚇，話你喺度偷嘢嚇。咁就要向民政事務處去申請開呢個保險箱啦嚇，有個費用喺度啦，首先嚇。咁第二就係申請幾耐啊？大家知唔知？都要大半年嚇。咁你淨係開個保險箱都要大半年嚇，裏邊有冇遺囑嚇？咁呢個又拖咗好耐啦嚇。咁跟住就清點遺產啦。咁有冇遺囑都要清點遺產嘅。有遺囑就可能好啲，因為佢已經列明，即係有啲遺囑會列明晒啲遺產，咁啊易揾啲咯。如果冇嘅，咁啊要逐間銀行寫信去問，喂，呢個人有冇銀行戶口啊？香港有幾十間銀行啊。如果有銀行戶口嘅，佢裏邊有幾多錢啊？咁就要搞好耐啦。如果自己搞又搞好耐，揾律師費，揾律師咁律師費又貴啲啦，因為律師佢按段鐘收費噶嘛，咁佢寫信俾幾十間銀行，咁啊又會貴咗啦嚇。咁呢啲其實都做得到，係搞耐咗同埋貴咗啫。最麻煩唔係呢啲喎，最麻煩係咩啊？係向法院申請呢個遺產管理書嚇。有遺囑寫到明邊個係執行人，個執行人去攞自己張身份證同個遺囑去搞，咁啊即刻可以搞到啦嚇，即係或者搞幾個月就搞到啦嚇。咁如果冇遺囑咧，就要自己去申請啦，自己去申請就麻煩啲啦嚇。咁首先要證明自己同死者嘅關係啦，係咪好易證明啊？即係如果係親人，自己同死者嘅關係好易證明啫嚇。睇下有冇出世紙啦嚇。咁早嗰排嗰個伯伯揾我，喂，陳律師，我個妹留低2層樓，我係佢唯一嘅親人，但係佢都承辦唔到喎，點解？因為佢同佢個妹咧係幾十年前偷渡落嚟嘅，咁又冇出世紙，又冇嘢，即係冇一份法律文件係證明到佢係兩兄妹嚇。即係雖然真係兩兄妹嚟嘅，即係唔係講大話，但係其實係啦，佢個妹又冇做遺囑，咁啊變咗佢承辦唔到佢個妹嘅遺產啦嚇。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咧，70年代以前，尤其是喺內地出世嗰啲咧，係冇出世紙嘅，咁好多時係證明唔到啊。咁另外要證明啲咩咧？嗱，如果遺產承辦咧，其實就有個次序嘅，即係夫妻配偶嗰啲有優先權啦，跟住仔女跟住就父母嘅兄弟姊妹，如此類推啦嚇。咁有優先權嗰啲人就會易啲證明啦嚇。但係如果冇優先權嗰啲人咧，除咗要證明自己關係之外咧，仲要證明其他有優先權嘅人都唔做，即係簽張紙俾佢話，喂，我唔做啊，俾你做。或者如果有優先權嗰啲人過咗身咧，就要攞佢張死亡證出嚟。咁如果係例如，如果係兩公婆啊仔女去搞遺產承辦，就可能易搞少少啦嚇。但係諗下，如果係個兒生仔去搞，佢要證明晒成個家族嘅人都唔做，俾佢做。或者如果成個家族嘅人有啲人過咗身咧，要攞佢張死亡證出嚟。例如舅父30年前移民咗去秘魯，同佢冇聯絡，你揾到佢簽翻張紙翻嚟話，喂，我唔做啊，俾你做啊，揾唔揾到啊？揾唔到喎。或者阿公40年前喺內地過咗身，冇死亡證，揾唔到佢張死亡證出嚟，點搞啊？咁要揾個40年前去過阿公喪禮嘅人，叫佢出嚟宣誓，
話我去過阿公喪禮，佢真係死咗啦即係我睇住佢喺個棺材裏邊揾唔揾到個咁嘅人出嚟宣誓啊？咁所以好多時咧冇做平安紙，尤其是係比較疏嗰啲親戚去搞遺產承辦咧，就卡咗喺度啦，因為好多嘢證明唔到咁如果尤其是即係大家即所以就要係啦。咁所以好多時就有冇聽過遺產承辦搞幾年都搞唔到出嚟啊？就係啲咁嘅情況即係比較疏嘅親戚去搞，跟住搞嚟搞去，有啲嘢證明唔到咧，其中一個親屬關係證明唔到，就卡住喺度噶啦。咁即係平安紙就即係講翻啦可以按自己意願咁分配啦，減少爭拗啦。咁執行人申請就相對簡單啲啦，可以委任啲監護人啦，同埋可以定明啲殯葬嗰啲安排啦。咁移民咧，如果大家移民有冇需要做平安紙啊？即係唔同國家，例如移民去英國，要唔要做平安紙啊？移民去英國要做一張平安紙啦。咁但係香港要唔要做啊？香港如果有物業都應該做張平安紙又會好啲。咁英國即係百年歸老嗰陣，英國嘅物業咪跟英國嗰張平安紙去搞，香港嘅物業跟香港張平安紙去搞，咁會容易啲、快啲啦如果唔係都搞到嘅，即係你英國要搞一大輪，可能搞2年，跟住再攞份即係喺法庭搞晒啲嘢，再攞去中國領事館去登記，登記完再攞嚟香港法院，咁可能即係搞多2年咯。即係如果香港有啲物業，咁變咗凍結多幾年咁啦。咁所以另外即係移咗民啲人咧都要諗一諗嘅因為例如英國個遺產稅咧係40%，所以呢啲大家都要考慮一下嘅。即係如果有啲親戚或者受益人移咗民咧，係點樣搞咧咁可以做信託啦，陣間都會講噶啦咁另外咧，大家有冇識唔識啲人咧係仔女移晒民剩翻2老喺香港啊？識唔識啊？嗰啲人有冇做平安紙啊？如果冇做咧，就最好做一張因為呢個又係好多人唔知嘅問題因為如果有做平安紙寫到明啲仔女係執行人，咁嗰啲仔女咪就算喺海外翻嚟，咪想執行咯咁但係如果冇做平安紙，啲仔女喺海外翻嚟申請做呢個遺產管理人就點啊？法庭一見到佢，咦，你唔喺香港住喎，就會點啊？佢就會話：喂，我驚你走佬啊！突然間你攞咗個遺產唔分俾其他受益人，咁就直接走佬走咗去海外點算咧？追你唔到喎，就唔該你俾個保證金啦。保證金大家知唔知係幾多啊？保證金咧就係遺產淨值係幾多係幾多？即係遺產500萬，你要俾500萬保證金係啦。遺產1000萬，你要俾1000萬保證金喎咁所以好多人咧，你10幾年後即係就會呢個問題棘住喺度啦因為俾唔起呢個保證金其實而家都有嘅，而家不過係而家通常都係內地人嚟香港做嘢，跟住內地人喺香港過咗身，屋企人喺內地，跟住嚟香港搞唔到遺產承辦咧，就係好多時係俾唔到呢個保證金。咁我講翻啲冇做平安紙嘅例子，咁俾大家知道點解要做啦咁第一個例子就係太太冇地方住呢個係經常性發生嘅兩公婆冇仔女咁個老公咧，即係結婚第一刻已經買咗層樓俾老婆住啦，好錫老婆住咗40年，跟住個老公走咗先，咁個老婆咪繼續住層樓咯，好正常係咪？係咪？如果冇做平安紙，根據法例係點分啊？知唔知啊？冇仔女係啦。太太先攞遺產嘅100萬，
跟住其他遺產咧要同老公屋企人對分。咁個太太話：喂，唔係喎，老公同佢細佬嗌交嗌咗20年，冇揾對方喎嚇。咁唔好意思啦嚇，因為你冇做你先生冇做平安紙咧，根據法例都係要分俾佢嘅。咁例如你住嗰個太太住緊層樓係500萬，咁咪要賣咗層樓，跟住分咗250萬俾個老公個細佬，咁剩翻250萬又唔夠買第二層樓，係啦。咁個太太就冇屋住啦嚇。咁呢個係成日發生嘅，但係唔知點解冇人知嚇。好多人去到嗰一刻先知嚇，原來係咁㗎嚇。咁即係一年我諗冇1000不單都幾百單嘅，但係冇人報導嚇。咁所以如果啲咁嘅情況咧，有做平安紙就會好啲啦嚇，有啲保障。咁第二個情況就係申請唔到遺產管理權啦，即係頭先我所講嗰啲。即係有啲關係證明唔到，申請唔到遺產管理權，咁啊變咗卡住喺度啦嚇。咁最尾如果真係搞咗10年8年，個遺產都承辦唔到，點算啊？邊個講多謝啊？政府就多謝晒啦。咁第三個例子咧係比較極端啲，但係其實即係而家大家睇新聞咧都開始多啊嚇！以前可能幾年發生一次啦，咁但係而家可能一年都幾單嘅。咁我講翻幾年前嘅單啦嚇，有個婆婆留低一層過千萬嘅物業喺鰂魚涌，俾佢啲後代。大家覺得係好事定壞事啊？梗係應該係好事，但係我咁問，梗係好事變壞事啦嚇。咁點解會好事變壞事咧？就係個婆婆冇做平安紙啦，咁遺產承辦搞，因為佢好多仔女有啲喺海外，咁搞好多年都搞唔到出嚟。咁呢啲好正常嘅嚇，因為佢冇做平安紙嚇，咁跟住啲仔女有啲嘢又唔同意，有呢樣嗰樣係。咁佢有個外孫女，咁佢個外孫女咧就因為失業就好等錢使，咁佢個外孫女個阿媽咧又過埋身添啊。咁佢就更加唔開心啦，因為佢覺得係啲舅父阿姨專登專登整佢嘅嚇，整到佢阿媽，等佢阿媽過埋身，可能分少啲俾佢。咁啊諗下一邊啦嚇。跟住佢外孫女咧，以前係女保鏢嚟嘅，係啦，就唔知去邊度揾到把槍，係啦。跟住就約咗佢啲舅父阿姨去太古城飲茶。跟住就走咗入鰂魚涌公園講數，係啦。跟住就突然間攞支槍出嚟，病啊嚇！跟住就兩死兩重傷咁啦嚇。咁就即係完全冇諗過你即係留低一個祝福啦，過千萬嘅祝福會變成咁樣，即係諗都冇諗過嚇，因為冇做平安紙嚇。呢啲咁嘅悲劇就嚇，如果做咗平安紙就希望可以避免啦嚇。咁啊，係啦，講翻啲輕鬆啲嘅喜劇啦嚇，唔好再講悲劇嚇。咁嗱，我哋即係點解講啲可伯事件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咧，喂，我其實做個聯名戶口咪搞掂啦，係咪？唔使做平安紙，又唔使做持久授權書，最簡單啦，係咪？大家覺得係咪聯名戶口最簡單啊？嗱，可伯就賣咗佢同佢個太太有個鋪位，跟住賣咗之後有幾百萬，即係有銀行啦嚇。咁就覺得咁樣最簡單啦。我叫個細女去同我聯名，有咩問題啊？咁最大問題係個細女信唔信得過啦？因為個細女一聽到佢結婚就即刻攞晒啲錢走。咁跟住可伯記唔記得點追佢啊？喺東張西望咧，佢咪打電話去追佢細女嘅。佢咪話：我係咪都諗住揾你繼承㗎啦？跟住何太就好叻喎，記唔記得何太講咩啊？何太咧其實係應該係有攞法律意見嘅，因為冇攞法律意見嘅人咧，未必講得出呢樣嘢。係何太就話唔係繼承，係管理，記唔記得嚇？一繼承同管理咧係好唔同嘅。
繼承咧就係饋贈啦，即係可能可伯就係饋贈咗俾個女，咁佢個女即係中意攞晒啲錢走都得嘅嚇。如果即係管理咧，個女係一個受託人，即係佢攞啲錢一定係使喺可伯身上啦。如果唔係就應該攞翻出嚟啦嚇。咁所以何太應該係有攞法律意見嘅嚇。咁所以要睇翻開聯名戶口個刻可伯點諗啦，係俾佢係一個饋贈啊，定係就係俾佢管理啦嚇？大家係咪可伯條蟲啊？個腦裏邊條蟲啊？知唔知可伯點諗啊？嗰一刻係咁，所以第時就會嗌好多交嘅啦嚇。咁另外就係有即係大家如果有睇東張西望都知有咩單簽啊、雙簽嘅問題啦嚇。咁另外咧，大家有冇睇嗰啲銀行條款好細粒嗰啲字嘅銀行條款啊？大家邊個有聯名戶口啊？在座啊！大家你有冇問過你銀行咧？嗰個戶口係長命契定唔係長命契啊？間銀行都唔同噶。係啊，你知唔知你嗰間係？哦，係你特別清楚係啦。咁如果長命契咧，一個過咗身，即係例如可伯過咗身咧，就算何太唔出現，新個何太唔出現咧，嗰450萬咧就全部俾晒細女，就唔會落入個遺產度啦。嚇，咁嗰啲兄弟姊妹會唔會嘈啊？肯定嘈到拆天啦嚇，係啦。咁但係如果係某啲銀行咧，就係落咗個遺產嗰度，落咗個遺產嗰度咧，要搞晒遺產承辦，可能搞1-2年、2-3年咁先至攞到啲錢嚇。咁有好處有唔好處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去開聯名戶口咧，記住睇嗰啲好細粒嗰啲字咧，逐隻字睇下係長命契定唔係長命契啦嚇。咁大家問翻自己個銀行啦嚇，即係據我所知，匯豐、渣打、恒生啊嗰啲係長命契多嘅。東亞都係嚇，係可能你係啦。咁但係有啲咩中銀嗰啲又未必係嘅嚇。咁所以就大家再問翻自己銀行啦嚇。咁所以呢個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即係而家係覺得方便咗，但係第二時咧仲多拗撬嚇。咁另外就係好多人去諗，喂，舊嗰個何太咪好唔抵咯？而家可能佢啲仔女一個仙都分唔到喎。咁點搞啊？如果舊個何太未過身之前，佢可以整啲咩啊？咪又係整張平安紙咯。咁直接將啲資產，即係如果驚有啲可伯事件發生咧，直接將啲資產俾啲仔女，咁啊唔驚佢第時揾第二春又好，即係未必揾第二春嘅，可能俾人呃晒啲錢都唔出奇噶。即係而家咁多詐騙電話，咁你留翻幾百萬俾個老人家，咁有個。而家係精靈啫，過多2年冇咁精靈嗰陣，一個電話俾人呃晒啲錢，啲仔女都冇晒錢嚇，咁可以直接俾晒仔女咁啊，唔使經過一個可伯啦，係。咁第二步咧就係持久授權書啦嚇，所以想問一問啊，你哋做銀行咧有冇聽過持久授權書嘅？10年前曾經有人攞過嚟俾銀行攞住唔識睇。係啦，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啦。好多銀行咧，自己啲員工咧都冇聽過持久授權書，都唔知點用嘅嚇。咁銀行即係持久授權書係俾一個或者多個人合法利用或者變賣自己啲資產咧，照顧自己同屋企人嘅生活開支咧。咁持久授權書點解咁少人做咧？因為好麻煩嘅嘢，要律師見證，要醫生見證，要攞去高等法院註冊。咁可能。即係出邊搞1萬零蚊，咁我哋安心三保就唔使啦，就平啲啊嚇，幾千蚊搞掂啦嚇。咁就腦退化、中風、意外昏迷或者因為病重變得精神冇行為能力嗰陣就可以用到啦嚇。咁即係又會有人問啦嚇。咁我不如搞個一般銀行授權書係咪啊？咁搞掂咯，唔使搞持久授權書咯。呢位女士好叻啊嚇，唔得嘅。因為你搞一般銀行授權書咧，冇行為能力嗰陣咧就冇效噶啦。其實就用唔到。當然你未必同銀行講啦，即係你唔同銀行講，銀行唔知啦。但係法例上係唔俾用嘅。
咁如果用咗咧，可能係偷竊，可能係一個刑事罪行嚟嘅。咁所以就唔好有啲咁風險啦，就應該做份持久授權書。啊，持久授權書咧就係冇咗行為能力都可以用得到。啊，咁頭先都講過，香港做持久授權書係特別麻煩嘅，又要攞政府本同認證副本去高等法院登記啦，跟住有律師同醫生見證啦。咁因為搞咁多嘢咧，都過萬蚊嘅，咁所以就好少人做啦嚇。咁我哋推出咗安心三寶呢2-3年啦嚇，咁就多咗人做嘅。原本一年得幾百個人做，舊年就推到2500個人做啦嚇。因為我哋即係有啲途徑係幾千蚊做到，就唔使搞，就唔使萬零2萬蚊先做啦嚇。咁其實新加坡都有個人口老化問題嘅，即係好多人中意同新加坡比啦嚇。咁佢哋咧就正啲，因為香港嚇佢就都見到，喂，如果第時人口老化嚇，佢應該冇香港咁嚴重，可能得百幾萬人啫。但係佢都睇到，喂，嗰百幾萬人嘅資產，如果人口老化之後咧，好多人冇咗行為能力咧，屋企人又攞唔到喎。咁佢又鼓勵啲人做，佢鼓勵到點咧？可以全部網上做啦，即係揾啲醫生或者律師見證就唔使2個啦嚇。另外就免費添，佢而家係2026年之前做咧就完全免費嚇，即係佢原本都收幾十蚊波子嘅，咁但係而家佢話只要你2026年之前做就唔使啦。咁佢呢舊年嘅數字咧，今年應該做到30萬份㗎啦嚇。咁舊年嘅數字就做到23萬份啦，一年做5-6萬份到啦嚇。咁佢已經做咗20幾萬份，一年做5-6萬份，佢10年後做到幾多份啊？10年後應該做到接近100萬份啦。佢一年做5-6萬份，再加翻佢已經做咗20幾30萬份，咁啊，即係都接近100萬份啦嚇。咁佢10年後有幾個老人家？100幾萬個老人家。咁即係佢嗰呢個問題咧，就即係唔係完全解決啦，細咗好多啦嚇。大部分嘅人都會有啦嚇。咁香港有冇聽過政府推廣呢樣嘢？政府唔推得，我哋同埋可能其他2-3個 NGO 喺度推啦嚇。一年我哋好叻㗎啦，幾百份推到2500份嚇。咁10年後有幾多份啊？10年後有25000份。10年後有幾多老人家？250萬個嚇，即係9%嘅人冇啦。9%嘅人，如果一旦冇咗行為能力，頭先都講過，可能20-30% 會冇行為能力啦嚇。咁即係9%嘅人係屋企人係攞唔到錢㗎，就會坐咗喺度㗎。呢個就會係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但係冇人講嘅社會問題。有冇聽過啊？我哋唔講咧，係冇人講呢個社會問題嘅。咁持久授權書咁，通常啲人就話：喂，我都想做啊，陳律師，但我做咗咧，會唔會啲授權人攞咗啲錢走佬㗎？咁首先就係授權人要揾啲信得過嘅人啦，即係就算係自己仔女都好，如果中意去澳門賭錢嘅，就唔好揾佢做授權人啦嚇。咁另外就可以指明權利嘅，即係唔使話所有資產俾晒佢管嘅，可以淨係話你淨係管我呢層樓，幫我攞去收租嚇，收咗啲租咧，你幫我俾醫藥費都得嘅嚇，或者你淨係攞擠100萬喺呢個銀行戶口，你淨係管我呢個銀行戶口，幫我攞錢俾我生活費都得嘅，即係唔使話所有資產俾晒佢管嘅。咁第二就可以施加啲限制啦。即係例如，如果層樓阿媽住緊嘅，就問個阿媽先至可以賣。如果唔係，阿媽仲住緊嘅，你賣咗，咁阿媽就冇地方住啦。或者用多過5萬蚊，你問過邊個先都得嘅，就唔一定話係任佢使啊，任佢用啲錢嘅。咁另外就係生效日期啦，可以如果大家好信得個授權人咧，可以即時生效嘅，即係即刻。你即刻生效咁啊，即刻可以用噶啦，即係就算自己有行為能力都可以生效嘅嚇。咁但係一般人會點寫咧？係冇行為能力先生效啦嚇。咁但係
甚至有啲擔心嘅，有啲人會寫要有個醫生證明我冇行為能力先至可以生效。咁除非嗰個授權人同個醫生夾埋啫。咁如果唔係，都應該幾穩陣嘅。咁另外授權人啦，授權人可以寫多幾個都得嘅，即係如果例如自己有仔女，咁啊寫晒啲仔女落去做授權人啦嚇。咁如果咁你話互相監察又得，互相幫助又得啦嚇。咁但係如果你寫多過一個咧，都會有個問題喎，就係佢共同行事啊，定共同或個別行事啦。即係共同行事就一定要，如果你寫4個名落去，4個人都要同意先做到，樣嘢都要4個人同意啦。咁樣就好多時咧係好費時失事嘅，尤其是如果有一個人做唔到，唔願意做啊，或者移咗民，甚至過咗身，咁份持久授權書就冇用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寫多過一個人咧，都建議共同和個別行事。咁即係佢哋自己做又得，一齊做又得。咁即係如果例如其中一個人移咗民啊，或者病咗啊，做唔到，咁其他人都可以做。咁我哋又建議，如果寫多過一個人，最好係共同和個別啦嚇。咁點樣揾呢個授權人咧？嗱，首先要成年人啦，18歲以上啦，冇破產啦，精神上有行為能力。咁頭先都講過。呢啲就唔係法例啦嚇，最好揾個信得過啦嚇，同埋最好揾個後生過自己一代嘅，因為通常兩公婆咁，梗係揾翻自己配偶啦。咁但係即係兩個都70幾80歲，咁兩個冇行為能力點算咧？咁就冇人做到噶。咁最好都至少有1、2個人係後生過自己，咁樣就會穩陣啲啦嚇。咁頭先講過啦，一般授權書咧冇咗精神行為能力就失效噶啦。咁但係持久授權書咧冇咗精神行為能力都仲會生效嘅。咁如果冇授權書又點咧？即係真係冇咗精神行為能力喎，冇授權書會點啊？咁有2個方法嘅。咁首先就係向監護委員會申請做監護人啦嚇。咁就呢個就簡單啲嘅，可以自己申請嚇。大家知唔知要申請幾耐？而家係大半年啦。咁但係而家係唔係咁多人申請大半年？你10年後咧，如果好多人申請，就唔知申請幾耐啊。咁另外，就算唔使上法庭咧，都要揾精神科醫生同醫生啦嚇，都會有我頭先所講精神科醫生嘅問題啫。第時個個都去精神科醫生出報告嚇，幾十萬人去揾佢嚇。另外最大問題嚇，做監護人咧，每個月淨係攞得個2萬蚊嚇，2萬蚊咧夠唔夠啊？如果冇咗行為能力嚇，通常都唔夠噶啦嚇，或者如果有一層樓都處理唔到噶啦。咁如果要處理多個2萬蚊咧嘅資產咧，就要向法庭申請做呢個產業受託監管人啦嚇。咁就要向法庭申請啦，就要又係揾醫生、醫生、精神科醫生出報告啦，要揾律師嚇，因為要上庭咧，要揾埋大律師喎。咁啊，所以10萬8萬至少，我諗10萬蚊都走唔甩㗎啦嚇，最少嚇。咁啊，仲要搞1年以上啦嚇，而家搞1年啫喎嚇。10年後咧，例如幾萬個人去法庭申請，就唔知搞幾多年啦。分鐘個長者過埋身都未搞得掂。咁我講翻啲實際例子啦嚇，即係等到大家知道點解要做持久授權書啦嚇。咁第一個例子就係我師兄嚟嘅嚇，其實都唔係好老啊，佢係醫生嚟嘅，50歲出頭嘅啫。咁佢好注重健康㗎，成日去踩單車。咁有一日佢踩單車，突然間中風。咁啊，非常之唔好彩咧，佢唔係瞓咗喺條單車徑度啊，佢係衝咗入啲樹林度。咁啊，個零鐘頭後先俾人發現，跟住救得翻，但係變咗植物人啦嚇。即係如果佢喺單車徑度即刻急救咧，應該就冇乜事嘅嚇。咁變咗植物人咧，就屋企人仲慘嚇，因為佢做咗20幾年醫生，應該有啲資產，但係
大部分自己名啦嚇。咁屋企人就攞唔到佢啲錢，要照顧佢。咁啲仔女喺外國讀書又冇錢讀，又要飛翻香港。咁佢唔單止冇錢，即係生活費嗰啲冇乜錢啦嚇，仲要攞多10零萬去搞我頭先嗰個法庭程序咧，申請做產業受託監管人，即係仲要搞埋咩律師啊、大律師啊，跟住又上庭啊，跟住搞咗一輪，一年後係攞到啲錢。但係嗰一年嗰個太太好辛苦啦，要照顧佢，又要搞咁多法律程序，又攞唔到佢啲錢嚇。咁所以如果係家庭支柱啊，或者有啲資產咧，都應該做呢個持久授權書嘅，係啦。咁大家就當然會問啦嚇，喂，我又唔係家庭支柱，我冇結婚冇仔女，係咪唔使做啊？更加要做嚇。因為更加冇人攞到自己啲錢嚇。呢第二個例子啦嚇，又係50零歲女士啦，專業人士嚟嘅，即係其實又係中風啦嚇。其實而家中風好似年輕化嚇，50零歲都好多人中風嘅嚇。咁佢其實專業人士大把錢啦嚇，可能有成1000萬喺銀行戶口，因為佢又冇仔女，即係冇乜使費啦，咁一路儲咗好多錢。咁自然就入咗私家醫院啦。咁個問題係咩啊？佢大把錢銀行入咗私家醫院，有咩問題啊？找唔到數，冇人幫佢俾啊嚇。咁邊個幫佢俾啊？跟住咪揾佢平時最錫嗰3個兒生仔女啦嚇。跟住嚇，喂，30萬醫藥費，係咪嗰啲兒生仔女個個爭住俾，嗰個舉手，哇姨咁錫我，哇！爭住俾嗰30萬會唔會啊？爭住唔俾啦。第一個問題，哇姨咁有錢，點解我俾咧嚇？佢有成1000萬銀行喎嚇，因為佢冇做持久授權書，冇人攞到佢啲錢嚇。嚇，第二個問題係咩啊？第二個問題係30萬3個兒生仔女除3最公平啦，每人10萬蚊。係咪？個個好樂意俾嗰10萬蚊出嚟係咪？好咁公平，個個都爭住俾10萬蚊啦，會唔會啊？梗係唔係啦嚇！阿妹就話：喂，阿哥係醫生喎，家庭主婦係咪應該醫生俾多啲啊？嚇咁嚇，即係咪邊個收入俾多啲公平啲啊？嚇冇話公唔公平啊，一定有拗撬嘅。一講到要夾錢就好多拗撬嘅嚇。嗱，夾咗錢呢個係。開心嘅，即係個結局係佢出翻院嘅，冇乜事，跟住嚇。但係萬一阿姨真係過咗身，跟住原來佢好大愛喎，捐晒嗰幾千萬身家俾慈善機構，跟住嗰啲兒生仔女幫佢照顧佢，幫佢出咗幾廿萬，攞唔攞得翻啊？攞唔翻喎，係啊，咁所以就係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嘅嚇，咁所以就呢啲就係要做持久授權書，至少自己即係唔會欠咗屋企人啦，係啦啲錢啦嚇。咁第三咧就係買唔到樓啦嚇，呢個又係經常性發生嘅。阿伯伯喺九龍城有層舊樓，唐樓要25層樓梯先至上到去嘅，咁佢都開始認知障礙啦。佢屋企人就日日25層樓梯去照顧佢啦。咁有一日市區重建局嚟收樓，好消息喎嚇，即係幾百萬收咗層唐樓。咁賣咗之後，咁個伯伯咪可以請個看護或者去啲好啲老人院咯，係咪啊？咁但係伯伯認知障礙賣到層樓啊？賣唔到喎。咁啊改善唔到伯伯嘅生活啦。佢屋企人就繼續25層樓梯去照顧佢啦。咁大家可能覺得喂，唔關我事啊，我又冇唐樓嚇。咁但係其實香港有幾個業主啊？100幾萬嘅業主，頭先我都講啦嚇，大部分係老人家，係啦。咁有老人家又越嚟越長命嚇，第時會有20-30% 冇行為能力，係啦。咁有幾多層樓會因為呢件事吉咗喺度啊？嚇，
即係就頭先都講啦嚇，即係10幾年後咧，你會見到周街都係吉鋪，就係冇做三寶嚇，即係單位又好，吉咗嚇鋪頭又好。第三寶咧就係預設醫療指示，係啊，我睇仲有幾多時間可以講？係預設醫療指示咧，就係啱啱過咗立法會啦，舊年年尾過立法會嘅。咁就預設醫療指示咧，就指定有3種情況咧，就唔接受某啲維生治療啦嚇。咁有末期病患啦，持續性不孕狀態或者喺陷入不可逆轉嘅昏迷啦，或者有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生命受限制嘅疾病咧，就可以做定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啦。咁好多人問啦，喂，我做咗預設醫療指示，突然間我傷風感冒入醫院，醫生會唔會唔夠啊？係唔會嘅，係要呢3種情況真係不可逆轉啊！即係去到病情去到末期不可逆轉嘅情況下，即係冇得醫嘅情況下先會生效嘅。即係普通傷風感冒就唔會話因為簽咗預設醫療指示就唔夠嘅。咁另外就係好多人咧就以為喂，預設醫療指示係咪即係安樂死啊？係啦，預設醫療指示，因為尤其是最近唔係大 S 係阿瓊瑤啊，大家知道《還珠格格》嘅瓊瑤事件啦，好多人就話：喂，預設醫療指示即係安樂死喎，係咪啊？唔係啊，阿瓊瑤咧就自殺啦，就唔係咁主張啦。其實台灣都有預設醫療指示嘅，但係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要自殺係。咁瓊瑤就話佢驚，點解佢自殺咧？就係因為佢驚第時咧要搞好多嘢，因為佢前夫咧個仔女咧，明明佢前夫唔想搞嘅。咁但係佢前夫嘅仔女夾硬又要插喉啊，又要呢樣嗰樣，咁搞到佢明明係咪都冇得救㗎，搞到佢好辛苦，佢就驚佢第時都係咁，咁就決定自殺咗先。咁其實香港咧就有個預設醫療指示嚇，就雖然冇安樂死啦，安樂死咧就係叫個醫生打支針落自己嗰度，話喂，我醫生好辛苦啊，你幫我打支針，等到我早啲走啦。咁香港冇醫生會做嘅，因為咁樣係醫生就會俾人告係謀殺嘅，所以冇醫生會做。但係預設醫療指示淨係講咩咧？就係話喂，我萬一咧，我第時去到病情去到末期啦，我又冇咗精神行為能力，我又講唔到出嚟，我唔想要啲乜嘢治療。咁其實呢個個都有權唔想要啲咩治療噶嘛嚇。咁我寫定出嚟啫。就唔係，因為我驚第時講唔出嚟，咁啊寫定出嚟啦。咁所以個病人都有唔接受某啲維生治療嘅權利嘅，尤其是有啲入侵性治療，大家知道啦嚇，即係去到 CPR， 即係心肺復甦係好大力係咁猜，跟住嚇嗰啲其實去到最尾咧，你猜醒翻咁，其實都冇乜意義咁，跟住又。可能個病人辛苦咗嘅啫，咁所以係尊重病人嘅意識啦，減少過程中嘅痛苦啦。咁另外就係俾身體咁跟隨病情咁自然嘅咁發展啦，就唔係話夾硬又救翻，跟住就延長呢個漫長好辛苦嘅死亡過程咁啦。咁預設醫療指示要香港法例，即係以前冇法例啦。但係冇法例之前係咪代表冇效嘅？其實而家法例都未生效嘅，要18個月。咁而家根據法例做定先係咪代表冇效啊？唔代表冇效㗎。你只要根據法例咁做咧，其實就算而家做咧都會有效嘅。咁個法例係點咧？法例咧就係其中一個一定係註冊醫生啦嚇，即係個註冊醫生可能係解釋，即係你剔咗啲乜嘢。因為而家法例咧有個 standard form 嘅標準嘅預設醫療指示，大家如果即係唔想喺個法例度抄出嚟咧，我哋安心三寶嘅網站都有得免費下載嘅嚇。咁啊可以睇到有啲即係寫翻自己嘅名啊，剔幾個剔咁嘅啫嚇。
咁點解要有個註冊醫生咧？因為你可能剔嗰啲嘢嗰陣咧唔係好明某啲醫療嗰啲用詞咧，咁可以揾個註冊醫生問下啦嚇。咁要兩個見證人嘅，即係一個註冊醫生啦，一個係第二啲人啦。咁但係兩個人都唔可以係即係遺產受益人啊，或者保險嘅受益人。咁所以大家如果去見醫生做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嗰陣，可能佢會揾個護士幫你簽嘅，但係或者帶個朋友去唔係受益人嘅朋友去見證都得嘅。咁立法同唔立法有咩分別咧？因為其實未立法之前，大家都可以做嘅，係做咗啲醫護人員跟唔跟嘅啫嚇。咁立咗法咧，醫護人員就一定要跟啦嚇，佢唔可以唔跟嘅嚇。咁同埋另外就係佢哋都會方便咗，因為佢哋變咗有所適從，即係佢，因為你問啲屋企人一個話插喉，一個話唔插，一個話做手術，一個話唔做手術，咁跟邊個咧？咁如果有份預設醫療指示就易啲跟啦嚇。咁另外就醫護人員如果跟咗呢個預設醫療指示係免責嘅，因為而家咧佢未必跟嚇，因為有屋企人反對，佢驚俾屋企人告啊嘛。咁但係第時個法例生效咗之後咧，佢免責咧，咁佢就一定要跟啦。咁就講翻啲案例，點解要做預設醫療指示啦嚇？咁即係末期大家知唔知道嗰啲認知障礙啊嗰啲人咧，去到最尾通常都唔係好食嘢噶嘛嚇，一係就唔肚餓啦，一係就唔記得食嘢啦，一係甚至係唔識咀嚼啊嚇，即係唔係好識食嘢。咁對啲醫護人員嚟講，最簡單係咩啊？插鼻胃喉啦嚇。大家都聽過早嗰排有啲醫療事件，好似直情喺呢度啊，插錯咗落個氣管度啊，就算插得啱啊，都辛苦噶嘛，插鼻胃喉嚇。咁辛苦個病人就會掹啦，咁掹咪要綁住佢咯，綁住佢，咁綁手綁腳五花大綁，咁好多人就覺得冇咗尊嚴啦嚇，即係可能活多2-3個禮拜，但係咁樣就冇咗尊嚴嚇。咁另外綁住佢又要有尿袋啊，因為去唔到廁所啊，跟住即係好多其他嘢，跟住又可能生到成身一粒粒啊，跟住又好辛苦啊。咁所以咧就好多認知障礙嘅病人都係話：喂，如果最尾我唔係好食嘢咧，你有我啦嚇，即係餵得幾多得幾多。如果唔係咧，即係我就唔想俾人綁住嚇。即係雖然可能活多2個禮拜，但係嗰2個禮拜好辛苦咁啊。咁另外就係決定生死嘅重擔啦嚇，即係會唔會想俾仔女啦嚇？呢個情況咧就係有個婆婆嚟揾我，喂，陳律師，佢就好感激我幫佢做咗個預設醫療指示，因為佢揾啲醫管局醫生唔肯做啊，即係因為醫管局嚇佢就癌症初期，佢係想做定先。因為醫管局啲醫生咧，通常係末期先幫佢做嘅，即係初期嗰啲佢叫你走嘅，唔得閒做啊。咁佢但係佢想做定先，點解咧？因為佢佢驚去到嗰陣佢又講唔到出嚟嚇，就做唔到啦嚇。咁我就以為佢有啲仔女啊，點解佢咁想做咗？以為佢有一對仔女，咁可能個仔話插喉，個女話唔插，咁啊驚嗌交啦。咁原來唔係喎，佢得一個女，但係佢都唔想俾個女去決定。點解咧？原來佢信佛嘅，佢驚個女又覺得喂，阿媽咁辛苦嚇，不如唔好插喉啦。咁佢又覺得個女變咗係殺生啊！間接殺咗身，咁佢就話：喂，咁唔好啦，我驚個女殺生，咁不如我自己決定咗先啦嚇，自己做咗預設醫療指示。咁但係姑勿論大家係咪信佛都好啦，即係會唔會想將呢個生死決定俾啲仔女咧？因為或者俾啲屋企人咧，因為實有拗撬嘅，即係大家去到啲醫院咪成日有啲人嗌交咧，就係為咗啲咁嘅嘢嗌交噶啦嚇。哇！你咁不孝啊，唔插喉，喂！打阿爸嗰陣咪話唔想插喉喎，跟住嗌晒交噶啦嚇，即係會唔會想俾啲生死決定俾啲仔女去決定，或者俾啲屋企人去決定咧？
咁第三個狀況就係唔合乎病人嘅利益啦嚇。咁即係可能去到末期病患啦嚇。咁個婆婆嘅一危殆啦，咁冇做預治療指示，咁啲醫生梗係去猜佢啦，好大力咁猜。咁個婆婆有翻咁上下年紀，骨質疏鬆，咁一猜啲肋骨就斷啦。係，跟住就整穿埋個肺嚇，跟住就好辛苦啦，又呼吸機，跟住救翻一次，第二日又危殆，跟住又猜，第三日又危殆兩次，又猜又電，係啦，咁跟住佢活多一個禮拜，但係嗰一個禮拜俾人猜咗10幾次，咁嗰一個禮拜其實係辛苦咗定冇咁辛苦咧嚇？係啦，即係可能即係人哋都要睇 quality of life 噶嘛，唔係淨係睇即係嗰個壽命幾長噶嘛。咁佢辛苦，佢啲屋企人又辛苦，可能佢個婆婆平時肥嘟嘟好開心嘅，佢屋企人就淨係記得佢最尾好辛苦咁嘅樣，咁啊對佢屋企人都唔好啦嚇。咁呢啲咁情況就唔合乎病人利益啦。咁去到呢度咧，好多人都話：喂，阿陳律師，如果想做三寶，即係做晒又好，或者其中一寶都好，可以點做啊？咁其實就可以download 我哋手機應用程式，自己試下撳嘅。我哋都會突然間都會俾啲 QR code 俾啲即係而家都係免費下載嘅，但係撳完出嚟咧，俾啲 QR code 俾兩個協會咧，咁佢俾佢啲會員咧就可以免費 download 啊，免費自己做啊，即係任你點做都得嘅。但係做咗，我哋唔係新加坡啦，做咗網上做咗唔代表有效嘅，要印出嚟揾人見證啦。咁就見證方面咧，嗱頭先都講過，平安紙咧就唔使一定揾律師醫生見證嘅，你揾兩個朋友見證都得。當然揾律師做就會好啲啦嚇。咁即係大家可以考慮下啦嚇，即係揾律師做3000蚊到啦嚇。預設醫療指示咧，就一定要揾個醫生啦。咁我唔知大家睇開啲醫生會唔會肯做啦。咁如果唔肯做咧，我哋都可以介紹啲醫生幫大家見證嘅，2000蚊到啦嚇。咁都平過出邊好多噶啦嚇。咁持久授權書係最麻煩啦，又要律師嘅醫生見證。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自己 download 個 app， 自己填完之後就揾律師醫生見證啦嚇。我哋又可以介紹律師醫生，又係1000零2000蚊到，咁啊幫大家見證。咁大家當然覺得喂，我唔係咁方便喎，即係自己用唔到個 app 喎。咁可以揾人幫手啦，或者喂我全程揾律師醫生做得唔得啊？咁當然可以啦。咁我哋都可以揾律師醫生幫大家去做。咁啊幾千蚊一份啦嚇，夾埋即係如果一次我做晒3份，11000蚊到啦嚇，都比出邊係平咗好多噶啦。咁即係大家都即係如果有做同冇好做嘅好處啦嚇，因為另外我都好想講嘅一樣嘢，可能大家有呢方面嘅需要就係信託啦嚇。因為政府都有個信託嘅，但係可能大家覺得冇乜彈性啊，又好貴啊。咁其實出邊咧都有啲信託公司係有多啲彈性，係平好多嘅啊。即係信託係啲咩咧？嗱，例如大家想做持久授權書或者想做平安紙，但係揾唔到人做執行人啊，揾唔到人做授權人咧，其實可以揾信託公司去做嘅，係啦，即係揾到啲信得過嘅人去做。咁信託公司咧，其實大家以為好貴啦，其實幾萬蚊都做到個信託出嚟㗎啦，而家嚇。咁有啲咩好處咧？就可以大家嚇。其實可以做定先嘅，即係就算自己即係仲在生嗰陣，都可以轉啲資產落去，咁佢又可以幫佢俾錢，即係萬一冇行為能力嗰陣已經可以幫佢俾錢啦嚇。咁如果一旦過咗身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幫大家分配啲財產俾啲屋企人啊嚇咁樣咯。咁啊可以減少爭拗嚇，因為信託其實比平安紙仲好。因為平安紙都仲有機會生拗，但係信託咧做咗之後生前做咧，其實啲官司好少話打得贏嘅嚇。即係大家睇到梅艷芳嘅例子啦，佢有梅艷芳去匯豐做咗信託，跟住打咗幾十年官司，佢阿媽都打輸。咁但係其實
咁樣係其實唔係一個好主意嚟嘅，因為佢一路係燒緊信託啲錢，你喺度打官司，一路燒緊自己啲錢。其實其實30萬一個月都應該夠用啦，大家唔知點解要一次過攞晒幾億出嚟，係咁最尾打官司打晒佢啦。咁所以信託咧係好難俾人推翻嘅，係啦，即係平安紙都有機會推翻。咁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另外就係可以避開啲遺產稅啦嚇，即係外國頭先講英國40% 遺產稅，1000萬就400萬㗎。咁但係如果攞幾萬蚊做個信託出嚟咧，其實就可以省卻呢啲遺產稅，因為唔會落咗個遺產度嘛嚇。啲遺產落咗個信託度，咁就唔使俾遺產稅啦。咁呢個我哋咧另外咧就係駁咗智方便啦嚇，俾大家方便大家填表啦嚇，同埋可以保護到大家嘅私隱，因為你啲私隱全部喺智方便度，就唔會落咗我哋個平台度啦。咁我哋安心三寶係啲咩咧？我哋係社會企業啦，咁我哋其實都啱啱攞埋 Section 88添啊，即係好似在座兩會咁啦。咁我哋希望通過科技嘅便利啦，用低成本嘅價錢咧，幫大家去做呢啲咁法律文件啦，同埋我哋做多講座咧，希望提高公眾對呢3份文件嘅認識啦嚇。咁我哋就都有8000幾次 download 咗，咁有4000幾份文件做咗噶啦嚇。咁都接近1萬個人聽過佢講座啦嚇。咁同埋我哋都做咗1000幾次見證噶啦。咁另外就係我哋未推出之前咧，就得幾百個人係做，一年得幾百個人係做持久授權書嘅啫。咁我哋推出咗之後咧，都成功推到2000幾份嘅啦嚇。希望繼續增加啦嚇，都希望政府會宣傳一下啦。咁我哋都希望大家會支持我哋，尤其是我哋啱啱成立咗個慈善基金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支持，都可以支持一下嘅。咁另外就係如果大家想攞我哋嗰啲，即係知道下次幾時講 talk 啊嗰啲，可以 download 我哋呢個 app 啊，或者加入我哋呢個 WhatsApp 群組，咁可以大家如果想知道下一個 talk 係幾時，我哋都有啲係電話嘅 talk 嘅，即係 Zoom 嗰啲 talk 咧嚇，就未必一定要大家即係在座，即係其實有啲唔係咁方便嘅人士咧，如果喺 Zoom 度可能會方便啲，即係聽我哋講座。咁嚟到呢個位問答環節啦，咁希望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就盡量發問啦。咁如果大家想下載安心三寶，可以 Google 啊 App Store 又得，你 Google 我哋安心三寶都會出嘅。咁另外如果想揾我哋見證啲法律文件做法律文件咧，都可以91277273 WhatsApp 我哋。咁同埋我哋大家咧，我就派咗啲叫做survey 啦。如果大家有能力嘅話，就希望大家填一填個 survey 啦嚇。咁如果大家填唔到，咁都冇辦法嚇。希望可以大家一路問問題，一路俾啲意見俾我哋，咁我哋下次講個講座會講得好啲啦嚇。咁多謝各位。好，唔該晒陳老師。